主后2023年8月初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正做搁较好的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箴言第2章1节到22节。我的囝，你若接受我的话，将我的诫命藏伫心内，注意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。你若求明理，大声求聪明。若找伊，亲像找银，超找伊，亲像超找藏地的宝贝。你就明白要安怎敬畏上主，知要安怎认捌上帝。因为上主赐智慧，知捌甲聪明，拢对伊的喙出。伊为着正直的人，积聚真的智慧，保护行为端正的人。伊保守正直的人的路，保护对伊忠信的人的道路。安尼，你就明白公义、公正、公平，就带人到一切良善的路。智慧会入你的心，知识会互你的心神欢喜，心中会保护你，聪明会保守你，叫你离开歹路，脱离歪曲是非的人。迄款人去杀正直的路，行黑暗的道路，因爱做歹，意爱歹人的歪曲。因的路弯曲，因的所行偏离正路。智慧会互你闪避淫妇，讲西奈话的查某人。伊去杀少年的时会匹配，袂记得伊的上帝的约。你入伊的厝，就行入死路；行伊的路，就透到阴府。到伊遐个，无一个会当活倒转，无一个会阁行转来活命的路。安尼，智慧会互你行好人的路，持守义人的道路。正直的人会徛起伫应允的土地，无通指正的人会留伫遐。毋过，歹人会对地面消灭，奸诈的人会对地上连滚靠迄角。正做搁较好的人。伫台湾，教育改革一直是真侪人关注的议题之一。本意是要减轻囡仔学习的压力。伫经历几遍教改了后，确实有做一寡形式的改变，毋过实际上并无真正减轻囡仔的压力。若要检讨教改，问题确实是存在，不过追根究底，搁较需要面对的是台湾普遍存在升学主义的迷思，认为考调好的学校，未来才有好的出路。这也造成无论教育搁再安怎改革，家长、学校、社会互囡仔的压力还是袂减少。落尾，囡仔就伫即款扭曲的教育环境中长大，简单注重成绩、成就，无注重伫品格、行为。教育的目的是要互囡仔会当成做搁较好的人，毋简单是为着囡仔以后通找到较好的头路，也是带来财富若定。因为安尼，箴言不断强调追求智慧、知捌的重要。若找伊亲像找银，超找伊亲像超找藏地的宝贝。不过，这毋是提示咱追求智慧的目的
是要趁大钱，反倒转是要学习安怎敬畏上帝、认捌上帝。箴言强调，智慧来自上帝，伊会帮助人明白什么是诚实、公平、正直，知影什么是家己应当做。因为安尼，智慧是互人成做搁较好的人，保护人袂做毋对的代志，远离一寡是非，闪避遐个背弃正道、介意做歹、不可信赖的人，控制勾引人的异性。所以，追求智慧并毋是为着家己物质上的享受，互家己拥有搁较好的社会地位，是行好人的路，持守义人的道路。追求信仰，也就是追求上帝的智慧，互家己通照真理行，成做符合上帝旨意的人，行伫公义的道路。伫升学主义弥漫的社会，读册无搁再是追求财物，成做一种的手段，目的是要伫将来通趁搁较侪的钱，拥有搁较好的社经地位。即种的观念也造成2022年9合1大选中真侪候选人的论文有问题，因为袂少人进修无拄拄真正是要追求财物，只是为着要互家己伫选举公报顶面的学历搁较好看，吸引选民投因一票。其实，教会也常常因为无小心，受成功神学影响，掠做信仰，就一定会互咱过着搁较好的生活。袂通否认的，真侪人确实因为信仰的力量受改变，生命搁较丰富，生活也搁较富足。总是，迄并毋是信仰的核心。信仰是要互咱对上帝遐得到智慧，互咱诚实、公平、正直，知影什么是应当爱做的。默想，对我来讲，信仰是互家己的生活搁较丰盛，也是互家己成做搁较好的人。智慧是互我得到搁较侪的权力、金钱，也是互家己成做诚实、公平、正直的人咧。对我来讲，信仰是互家己的生活搁较丰盛，也是互家己成做搁较好的人咧。智慧是互我得到搁较侪的权力、金钱，也是互家己成做诚实、公平、正直的人咧。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互我伫生活中会当遵循真理来行，所做一切会当合伫你的旨意，行伫公义的道路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